唔知你有冇覺得每朝起身返工返學呢都係趕頭趕命，頻頻撲撲啦，起身呢梳洗換衫，趕住出門口，之後返到公司，返到學校，忙咗成日啦，可能呢返到屋企呢仲要處理啲公事，仲要做功課，去到你真係搞掂晒啲嘢之後呢，已經差唔多要瞓覺，就算未夠鐘瞓覺呢，都已經攰到躺喺張床上面，咩都做唔到啦。咁就唯有瞓覺啦，瞓醒呢又第二日啦，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完全呢冇晒屬於自己嘅時間。咁我喺度所講嘅自己時間呢，唔係大家想象中嘅 me time， 唔係呢你躺喺張床上邊喺度碌 IG 碌 YouTube， 被動咁接收資訊嗰啲時間，而係一啲呢你真正做完可以改變到你自己人生嘅一啲活動嘅時間，可能係你做運動嘅時間啦。可能係你寫日記嘅時間啦，或者係你睇書睇片去學習新知識嘅時間。咁你可能會覺得，喂，唔好玩啦，唔使返工返學咩？返到嚟都攰㗎，大佬點做咁多嘢啊？咁但係今日介紹呢本書嘅作者呢，就有個方法，就係呢透過早起身，將真正最有精神嘅時間呢留俾自己嘅。咁聽完今集內容呢，你就會知道點樣透過早起身呢去攞返屬於自己嘅時間啦。大家好，歡迎返到嚟收聽 Just For 讀書會，我係 Justin。今集呢，想同大家介紹一本英文書，書名呢就叫做 The 5am Club， 咁中文名呢就叫做清晨5點俱樂部，作者呢就叫做 Robin Sharma。咁 Robin Sharma 呢係一個加拿大嘅作家啦，佢其他嘅著作呢都非常之出名，可能你都聽過，包括 The Monk Who Sold His Ferrari 啦，同埋 The Wealth Money Can't Buy 嘅。咁今日介紹呢本書 The 5am Club 呢，就係作者喺2018年推出嘅。咁呢本書呢，以一個小說嘅形式去講述，到底我哋點樣透過早起身去重拾自己人生嘅主導權呢？咁呢個故事呢，主要就講述一個企業家同埋一個藝術家呢，喺一個座談會度呢，遇到一個億萬富翁啊。咁呢個億萬富翁呢，好搞笑嘅，初初望落去佢嘅樣呢，成個乞衣咁嘅，着啲衫呢，溶溶爛爛，頭髮又亂啦，好似咧好耐冇沖涼咁樣。咁我哋成日都聽到有句說話咧，叫做人靠衣裝，佛靠金裝啦。咁起初個企業家同埋藝術家咧，真係以為呢個人係個乞衣嚟嘅。咁直至佢哋識落之後咧，先發現呢個所謂嘅乞衣咧，原來係一個億萬富翁嚟嘅。咁呢個富翁咧，將佢嘅成功，將佢嘅成就咧，歸咎於佢每朝都會5點起身啦，而且咧生活咧非常之自律。之後咧，呢個富翁就邀請咗個企業家啦，同埋個藝術家咧一齊去旅行。咁喺呢個旅程嘅途中咧，就逐步教佢哋點樣透過所謂嘅5點起身咧，去改變人生。咁今日咧，我抽咗書入面其中一個技巧啦，同埋一啲重要嘅精神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一齊嚟睇下咧，到底 The 5am Club 呢一個所謂清晨5點俱樂部推廣緊嘅理念係啲咩呢？早起身又點樣令你嘅人生更加之成功呢？咁點解叫做 The 5am Club 呢？點解叫做清晨5點俱樂部呢？其實咧，作者就建議，如果你想人生獲得成功呢，就唔該每日朝早5點起身。咁我初睇呢本書嘅時候咧，都拗晒頭嘅。咁早起身做啲咩啊？天都未光喎，去睇日出咩，大佬？喂，講真，每日返工放工、返學放學都夠晒攰噶啦，想瞓到自然醒呢，都已經難能可貴噶啦，仲要5點起身？咁作者就解釋啦，因為清晨呢係每日最安靜啦、最少干擾啦，同埋我哋呢最容易專注嘅黃金時段嚟嘅。朝早5點嗰陣呢，冇人會揾你啦，冇人會 WhatsApp 你，冇人呢會打擾你專心咁去做自己要做嘅嘢。咁你可能好好奇啦，5點起身要做啲咩呢？想落樓下食個早餐啊，餐廳都未開門啦。咁作者咧就介紹咗一個法則咧，叫做20-20-20法則啊。咁其實呢個原理咧就係將5點至6點呢1個鐘嘅時間咧界做3嚿啦。咁第一嚿咧就係由5點去到5點20分。咁作者咧就建議我哋喺呢20分鐘咧去喐動我哋嘅身體，最好咧就出身汗。
咁好多研究都發現呢，我哋嘅皮質醇呢係喺朝早嘅時候最高嘅。咁當皮質醇過高嘅時候呢，就會令到我哋好難去集中注意力啦，同時亦都會引發一系列嘅健康問題。而做運動呢，正正就係一個可以有效降低到皮質醇嘅方法啦。咁所以呢，作者就提倡我哋一早起身就開始做運動，即係喺我哋皮質醇最高嘅時候呢，透過運動呢將佢撳低。咁唔單止可以令到我哋醒腦醒神啦，仲可以降低到皮質醇。咁我自己都試過一早起身就即刻落床喐動下身體啦。雖然我唔係做啲咩劇烈運動令自己成身汗，咁但係一起身就算我眼都未擘大嘅情況之下喐下個身都可以令到我更加精神，可以避免賴床啦，同埋迎接嚟緊一日嘅活動啦。咁之後第二部分就由5:20啦去到5:40呢一段時間。咁作者就叫我哋用呢20分鐘去反思自己嘅人生，可以係做一啲冥想啦，可以係寫一啲日記去檢討自己嘅人生啦。喺呢20分鐘你可以部署一下，喂，今日有啲咩要做呢？有啲咩目標要達成呢？或者你可以反思下，琴日有啲咩做得好，或者有啲咩做得唔係咁好呢？咁正常一起身你個腦係處理唔到呢一啲嘅思考嘅。咁但係經歷完頭20分鐘嘅運動之後其實你個人開始清醒噶啦。咁我哋就可以透過第二個20分鐘去反省下自己人生。我哋真係要花少少時間去暫停手頭上嘅忙碌啦，花啲時間宏觀咁去觀察唔同嘅事情先可以落到一啲更加好嘅決定。咁《論語》都有話啦，吾日三省吾身。咁唔知你有冇每日都花少少時間去反思、去檢討自己做嘅嘢呢？反思之所以咁重要係因為反思可以令到我哋見到問題嘅所在、問題嘅根源。而只有當我哋見到問題嘅時候先可以做出改變去解決個問題。例如你反思嘅時候可能會見到，咦，我呢個禮拜好似食得太多垃圾食物，如果食咁多嘅話可能對身體唔好，要減少啦。咁但係當我哋冇反思嘅時候我哋嘅人生就好似一個開咗自動導航模式嘅系統咁樣啦。見到眼前有咩食咪食咩咯，人哋俾你食唔通唔食咩？咁唯有係透過定期嘅反思同埋檢討我哋先可以根據我哋長期嘅願景同埋長期嘅目標去改變我哋嘅行為啊。咁除咗反思過去之後我哋都可以喺呢20分鐘計劃下今日想做啲咩啦。咁有咗計劃我哋就可以見到更加清晰嘅目標，令到我哋知道有啲咩要完成啦。如果唔係嘅話明明我今日就訂立咗想睇完一本書嘅目標啦，咁但係起身之後好多嘅干擾啦，可能見到電話入邊一條 reels 好搞笑，咁我走咗去睇電話啦，或者有人揾我一齊打機，咁我走咗去打機。咁去到最後，當今日完結嘅時候先會發現，咦，原來今日咩都冇做到啦。咁去到最後嘅20分鐘作者就建議我哋去學習一啲知識啦，可能係鞏固一啲舊有嘅知識啦，或者學習一啲新嘅知識。揾本書睇下又得，聽下 podcast 又得，或者揾條片睇下都得。咁隨住你每日投資時間去學習更多新嘅知識啦，呢啲新嘅知識唔單止會越積越多，而且會彼此交織啦，幫助你去鞏固你對於呢個世界嘅認知。咁我自己嘅建議就係你盡量多啲去攝取唔同範疇嘅知識。呢啲知識可以係你從事行業嘅一啲專業知識啦。例如我做廚師嘅，我點樣精進我嘅廚藝呢？又或者我係一個建築師嚟嘅，我棟樓應該點樣設計，令到住嘅人可以住得更加之舒服呢？咁隨住我哋累積到我哋專業嘅知識都可以大大咁提升到我哋嘅收入啦，同埋我哋嘅影響力㗎。咁除咗學翻一啲你嗰行嘅嘢之外其實你學一啲非本行嘅嘢對你都有幫助㗎。例如係點樣投資啦，例如係心理學啦，或者例如點樣煮嘢食都好啦。當你累積咗一定嘅知識之後你就會發現原來啲知識可以交叉應用嘅。咁用翻啱啱嘅例子啦，就係一個可能學過心理學嘅建築師就可以透過心理學，可能係一啲視覺嘅設計技巧啦，令到個住戶感覺個空間更加之寬敞啦。
咁除此之外啦，擁有更多元嘅知識咧，都可以擴闊到我哋人際網絡啦，令到你咧同唔同嘅人咧都有偈傾。而且咧，當你要做決策嘅時候咧，亦都可以避免你採納嘅觀點咧過於單一。咁除此之外咧，作者都推薦我哋咧可以閱讀下一啲名人嘅自傳啊。咁讀自傳，我覺得最正嘅係咧，我哋可以用好短嘅時間啦，可能係1-2個星期，就經歷完人哋主角嘅一生。我哋好多時候做嘢咧，都係要錯過啦，受過教訓咧，先識學精嘅。假設咧，我好中意賭錢嘅，日賭夜賭嘅，咁咧我真係要賭到自己輸到一鋪清袋啦，輸到家破人亡咧，先知，咦，原來賭錢係唔好嘅喎。咁但係其實咧，我哋人生時間咧就非常之有限嘅，根本咧就冇咁多嘅容錯空間咧，俾我哋重複犯錯。相信你都唔會想殺咗個人之後坐監坐咗30年先發現，咦，原來殺人咧係唔啱嘅。呢啲嘅錯誤咧可能係好少嘅事，可能咧純粹係喂，聽日去唔去賭場賭錢啦，或者係一啲大嘅事，例如係為你嘅企業點樣去突破樽頸呢？點樣去拋離你嘅競爭對手呢？咁呢啲種種唔同嘅事件咧，都可以透過閱讀自傳啦，透過咧閱讀人哋人生真實發生咗嘅事咧，去吸取教訓。咁遲啲有機會咧，都可以同大家推介下唔同嘅自傳嘅。咁聽到呢度咧，可能諗，唉，其實咧我都係入唔到呢一個5am 俱樂部噶啦。可能你話我份工咧係返夜更嘅，或者係返 shift 嘅，或者係其他原因咧，根本就冇可能5點起身。咁作者嘅意思咧，其實唔係要你跟死5點起身啦。你平時7點半起身，你可唔可以試下6點半起身呢？你平時6點半起身，又可唔可以試下5點半起身呢？咁但係當然啦，你上床瞓覺嘅時間咧都要提早返1個鐘啦。平心而論，你可以問下自己，你每晚臨瞓前嗰1個鐘係做緊啲咩嘅呢？相信多數人嘅答案咧都係攤喺張床上邊玩電話。你個腦咧就會同你講，喂，返咗成日工，俾自己放鬆下啦，咁攰。睇書做運動，喂，玩電話好過啦。咁但係其實眼瞓呢，我哋係應該瞓覺啦，而唔係玩電話噶。其實你點樣過你嘅每一日呢，就直接斷定咗你點樣過你嘅一生噶啦。我哋可以不妨試下將呢一個咁眼瞓、咁冇精神攞嚟玩電話嘅1個鐘呢，調去朝早嗰度。假設我平時係12點瞓，7點起身。咁11至12點呢，我就攤喺張床度玩電話嘅。咁我不如試下呢，11點瞓，6點就起身，瞓嘅時間呢都同樣係7個鐘。之後透過應用翻啱啱所講嘅20-20-20法則呢，將呢1個鐘呢分別投資喺運動啦、投資喺反思啦，同埋投資喺學習上面。咁可能1日啦、2日啦，你覺得冇乜分別，可能你只會覺得玩少咗電話或者打少咗機啊咁樣啦。咁但係咧，當我哋將呢個行為變成我哋嘅習慣嘅時候呢，我哋就每一日咧至少有1個鐘咧投資喺自己度啦，而且咧都唔會再有藉口話自己咧因為放工之後好攰啦，所以咧冇每日做運動，冇每日咧令自己進步。既然一早起身咧先係我哋最精神、最高效率嘅時間，點解我哋唔嘗試下將呢一段時間留翻俾自己呢？咁最後啦，我自己建議，如果你真係想早起身去建立你朝早嘅習慣嘅話呢，咁假設咧你而家嘅睡眠時間係凌晨3點啦，瞓7個鐘，10點先起身，而你嘅目標咧係 tune 到去10點瞓，5點起身咁樣先算啦。如果我哋由3點瞓咧直接跳做10點瞓嘅話呢，我哋唔單止會瞓唔着啦，而且咧朝早都會好冇精神噶。咁我哋要點調節自己嘅睡眠時間呢？咁研究發現咧，最好嘅方法就係每次以半個鐘為單位啦，半個鐘咁褪前。例如我平時3點瞓，10點起身呢，聽日就2點半瞓，9點半起身。咁當然啦，你早咗瞓，自然要早翻起身啦。咁之後咧就2點瞓，9點起身，1點半瞓，8點半起身，直至咧我哋可以 tune 到去我哋最理想嘅時間。咁之後如果有機會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一啲關於瞓覺嘅書籍嘅。咁今集時間咧就去到呢度啦。所謂一日之計在於晨啦，希望大家聽完今集之後咧，都可以過好自己每一個早晨啦，藉此咧過好每一日，
再藉此咧過好你嘅一生啊！咁如果你覺得今集內容幫到你，又中意今集嘅內容嘅話呢，不妨讚好同埋訂閱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